台日桌球好手夫妻档福原爱、江宏杰结婚22年，育有一女后，目前肚子里还有个男宝宝，4月即将升格一家4口。去年福原爱宣布正式隐退桌球界，但退休后反而更忙，广告邀约不断。根据了解，她新接的儿童奶粉代言，价码就高达7位数字，酬劳惊人。主持人欢迎福原爱，爱酱穿着酒红色洋装，挺着7个月孕肚甜美亮相。福原爱怀上第2胎男宝，透露预产期就在4月。福原爱比第1胎的时候还要爱动的感觉，可能爱睡觉啊什么的，我们2个就边叫边剪指甲，那是我的肉，不要剪到啊。江宏杰更默默探班，不断拿起手机拍照，甜蜜破表。福原爱10月宣布退役后，迁入老公的经纪公司华研旗下，马上在台湾接下个人代言。日本食品企业看中福原爱的影响力，邀她成为儿童奶粉台湾代言人。据传代言价码高达7位数字，100万酬劳惊人。福原爱，因为我也会给宝宝喝这样的奶粉，然后我本身就很喜欢煮饭，刚好我婆婆是客家人，我也正在学客家菜，另外接下调味料爱酱的代言，俨然成了妈妈艺人的首选。其实她2017年和老公江宏杰上节目，通告费就高达10万，现在她有12家广告契约。全日空航空公司广告，仅只一次传他一支广告底价3000万日元，年收超过1亿台币。虽然退役了，日媒瞄准2020年东京奥运，想邀请他担任赛事解说员，电视台也将展开抢人大战。福原爱致辞，从3岁开始打桌球，26年之间有时自以为是，有时打不出好成绩，没有办隐退活动。日本桌球协会为了感谢福原爱对桌球界的贡献，颁发特别功劳奖。福原爱穿着蓝色孕妇连身洋装，感性向现场观众致辞。虽然不打球了，爱酱的形象好，让他人维持曝光度，荷包赚满满。